针对严控严行近期传出中卫区内将设立都灵设施议案，因为靠近主题区，已经引发当地民众反弹。对此，议员陈秋平要求市长表态，该地点设立到适当。对此，市长具体回应尊重民意，但确定撤销。不过，为了避免人员转型被误解，所以进一步强烈要求警察局2个月内尽速制定消防、公安等新查要点，加强都灵设施伫工业用地把关。消防、公安要有规范，记住。消防、公安要有规范，要赋予给他们有公权力，因会当你去内底检查，无我跟你讲内底你放啥变什么猫咪，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公安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，符合我们的规范，你都唔知那么一旦哪发生公安，哪发生火灾，有办法去怕会吗？有办法吗？那个局长，我知影无法度啦。恁哪会当甲周遭干阮尔嘛？敢是安尼？是。尤其针对那个大厂，根本就不可能嘛。所以，市长，我强烈要求，在消防、公安要有规范，要有他们有公权力，让他们拿出他们的公权力，会当去检查这业者内底的设备。那个没赛，这个我们在规范了，就是说对于一些民众比较疑虑的，譬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，或者是油槽、除槽、除油或除气，其实坦白讲，民众也都会疑虑，因为都是高爆性的嘛，所以这一些部分的一些公安、消防的检查，我们会定专章来专案处理。另外，位伫台南永康精华地段飞燕新村，其中北平面改造成停车场加邻里公园以后，备受好评。但南平面原本要规划儿童游戏场加篮球场，却因为经费有限，被迫取消。对此，议员争取市府补助经费，伫文化资产修复过程，同步结合电影元素一并开发。对此嘛，得到市长答应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。